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出面台会，我是王小琪。今日我哋讨论嘛个题目咯，系讲乡亲朋友平常时有去土壤啊、推种法，就系讲故乡该种下去往了，集中会看到该用个天球该顺条，有一个太工虫，就系讲三行把看到系贵太平，用铁皮布该工虫，就许多农地方一件又一件咯。其实呢，了解农地工虫有九商学家都系冇定几个违法工虫。因为台湾嘅土地利用有几个限制哦，农业起就系拿来种窝啊、种果子来生产作物嘅，个工业起呢就系工虫来做生产。因为条虫演技对种种嘅因素都冇好好嚟管理嘅情况下，个农地方面对起工虫嘅问题，个怪现象，其实都推翻已经损害动久，就系动奇怪嘅违规现象哦。蔡政府都上任年lang，之前都提出来讲，为正式好好嚟面对个问题为处理哦，所以推出嚟个5.2即报即采嘅行动方案。多大个方案，用嚟处理按多年嚟条虫嘅问题，佢有效冇效呢？佢农地嘅永续发展，多大国家政府去并到难。今日出面台会，要好好嚟讨论。提前为大家稍解类比咯。第一位，你稍解系农委会业务处嘅处长蔡生福蔡处长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稍解系经济部总部办公室嘅主任许正中许主任好。各位乡亲，大家好。上个第三位，稍解系中华人政府建设处嘅副处长刘玉平刘副处长你好。全面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第四位，你稍解系对农业都有研究，系新台博士班嘅校研究依然钟依听你好。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农地洪类系工虫多大会产生哪啲危机就系问题？前一报告你看介在白林土壤嘅协界看见台湾吼，都看到你台湾嘅土地洪，用讲用铁皮屋工虫许多慢来为都系，那对今天嘅好把水啊五颜六色，到底用污染嘅问题，到天球洪类生产嘅时节产生哪啲问题呢？现在跳过下不该样片，你看下对关心。大天气隆隆滚，拍雨个天黑黑，半夜被铺溃死种每栋屋，农民建议都到起家种稻天调毒，讲起农地起工虫，农民啥都袂惊。污染很多，你住家那个屋啊，都没有影响啊。会用到水吗呢？像有哦，你那个土啊，么找个洗个天毒药啊，会吸收药啊，个米个就是新的啦。讲种应该修理，唔系冇理由。老企理来过来看，从地图天球老工虫都强下嘅问题，到底有几严重？这种情况全台湾都有，4万户尤其严重。工虫就许多农地方，自仓所生产嘅肥油就按用倒下去。环保局依然用个狗屎牌宣布地天球已经冲突污染用唔得咧，还系差得多嘅，冇差多嘅污染该马杀地呢。全国草食嘅蔬菜，行业俩本单为那类滚开嘅避通，简单容易去来测试一下，就看到等一样嘅数字。我们农地标准200 ppm 而已，这边快1万。现在是9600。也系土壤是密闭通，10公年前顺条解封法虫，条派废弃拥挤，污染水源。顺条围有15公顷嘅农地，各不种休耕，工委会一场东南控制。他们休耕以后，那个外地的人也会来这边种菜，然后种完以后都在我们这个附近那个三和市场那边，也有很多人在那边卖了哈。我们也在这附近的餐厅吃饭了哈。更扯的是说，这边到底有污染多大的一个范围？到现在为止，桃园县政府应该是说，现在的桃园市政府、跟农委会、跟环保署都没有老实的去面对，也没有老实的去跟我们讲。农地洪嘅工虫问题应当强一种，过去冇法度处理嘅，两下天错嘅上下班。
全台湾都会讲，你个土地本来就做了个农田使用个，你还因为管理个问题，所以出现了动作群聚型安用个这种违章工厂遍地开花。其实同情以来台湾来讲，就是五大个企业，其实可能从新北体系，像在温子郡那边。烤漆业啊、纺织都是非常盛行，而且都形成一定的规模。它搞到突然尤其吼，都突然那个共同个心态系水稻，给用重拉作为一个核心，像个放射状，整个桃园地区几乎都是农地工厂都沦陷了哈。它搞个航向南偏推重法提议，台中像神雅潭那电镀废水污染，它搞重法安尼地多个顶翻坡，尤其在。彰北地区，该基础加工、水五金产业，其实也系全台湾动有名个。不过，佢哋个农体共从共用也动严重，亦去到故乡也也去用吼，从南子啊、凤山地区都系。所以其实全台湾嚟讲，选材动有个历史问题，又会来好好处理么？其实呢，徛喺也按到。假设文件嘅共从，其实找农委会嘅统计啊，有13000公顷，有1.3万公顷的这个农地都是盖工厂。体现那个问题，我要请教我们农业处的蔡处长哦。其实就农委会这一次在。其实过去之前，你们针对全台的农地做了整个大盘整，想要知道到底我们的还可以用的农地有多少。那针对像其实农地工厂这种已经存在寄存事实很久的这个问题，有没有做过基本的调查？目前这些违章工厂它的这个存在情形严重的程度到什么情况？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农委会也知道这样问题的严重性，那所以农委会从去年开始特别。针对这个全国的农地做一次很彻底的这个总盘查。那我们透过航空照片、卫星照片，还有地面呢，就是相关的实际的请地方政府同仁帮忙去看。那看到的结果就是全台湾的这个耕地啊，有13000公顷被违法的这个工厂所占据。那它最大的问题不只是说，因为它占据了这1.3万的这个公顷的农地，最重要是它散落在农地上面，所以它所造成扩大的，对它就是它因为污染农地，那么切割农地，所以它所造成的影响很可能是1.3万公顷的5倍到10倍左右。处长先谢谢。那徐主任，我想请教了哈，其实我们台湾的合法产业用地也不是没有规范啊，我们工业区里面可以来盖工厂，然后也有产业用地，那再不然非都市计划区也还有丁种的建地吧？那为什么我们对工厂的管理明明是已经很明白的做了区分使用？但是这些工厂会往农地去流窜呢？我想这个要从历史的脉络来看哈。我想那个民国49年开始，政府因为那时候是出口导向，然后强力的鼓励制造业的那个创业，所以那时候他创造了一个叫做奖励投资条例这么一个法规。那在这个法规之下，他其实是大力的鼓励在农地上长工厂的。是主张这个是农地上是可以盖工厂。那时候应该是比较没有一些监管的法规都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那个时候农业的生产跟工业的这个发展来比较的时候，政府觉得这个部分比较重要。那到现在这个，刚刚我们的处长讲了，其实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农地保护的政策作为我们核心的时候，这些农地工厂是不是现在面对要到处理的时候？我觉得现在是一个蛮妥当的一个处理的时机了哈，因为这个产业的发展到了一个趋势以后，我们慢慢的发觉过去的那一些加工导向比较传统的产业，慢慢的已经不符时代的趋势。所以我们现在可能要做的方法是要释出一种氛围跟讯息，现在在农地上要来做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可能就可以。我们台湾的整个发展就会往下一步前进，就是这个农地可能真的就要回归到农用了哈。该种发然政府该付出总该都会强问了哈。1.16都提凤哈，不知道你们在地方上面对这种，其实它明显外观就是工厂，它就不可能是农业设施，也不会从事农业生产。可是它在跟地方政府，不管是在申请建造或者申请要用配水配电的时候，我们的观众会好奇，明明都讲好，大家总得提供从的手材用办，它还是可以有它的管道，像走后门也好，或者它自己这个会变形。台提懂民间可以用哪种缝线、哪种途径、哪种途径，可以从就是假借名目在农地上就盖起工厂。这个部分你走得让你讲一下吗？我先听伊吼，违章的工厂的吼，简单讲起来，你无经过许可的，你去鱼落去无个乱度违章的嘛吼。一开始伊去鱼的时间无许可嘛吼，伊去鱼的时间
比如讲有人减气，吼，我有安尼，吼，囤烟脂粉减气啊，伊如果有啲违章建筑的安尼，吼，啊违章工厂本身有违章建筑的其中一种的样态嘛，吼，啊头都有讲到一个全台湾的违章工厂差不多有。不管是咩农委会讲的13万，还是经济部讲的6万人吼，其实拢是违章建筑其中的一部分，一部分。啊，全台湾讲起来，违章建筑对去年的主计处的统计啊，全台湾的有66万人。哦，安多。66万人的违章建筑有安尼的哦，也都讲有列管的。有列管的安尼嘿，嗰时候违章工厂讲起来，伊差不多也总铺地位占1/10到1/5安尼。好，20%到10%左右了哈。所以其实讲起来，那个农体工厂用办公，是安豆帮委长发现这个已经是形成这个燎原之火，长地都讲，因为记到从送去做的是便宜卖那个农体，因为农地可以买卖嘛哈，卖到的都在是工厂，该规模比较小的，可能中小型的工厂，有的甚至是不必登记的嘛，好主任。所以记到不是是那个合法性强登记，都在是工厂，工厂是好亏是生产，是讲出问题，大家长到电都准来困，所以你个工厂你都发现，因为是亏是个烟挑某种好管理，所以难排除。个事情就个安到，都跳过了种土地到大家顺面哈。其实早跳下上个里边都讲到，那种有制造业的税级，就算给很冇登记的哈，它地目上使用是不合法规。不过呢，它有生产还是要缴税，不过它就是没有合法登记。按个共从属哈。冲跳下款多，其实是年减年经累经过，好比我们徐主任讲，其实农地工厂最早50年代就存在了。民国70浪烟腿那时候，我们台湾在设立加工出口区，台湾经济奇迹嘛。在那时候，经济部长尹仲荣还有李国鼎的时代，所以就在那个期间，一条街就可以是一条自动生产线，所以动作改共同都提到，你顺挑主产的农地也好啊，或者就前进便宜的农地来盖了工厂。既然有增加，就会有减少，是哪一端减少，就会你推翻走在杠中改农体。从挑狗，我们也一样是以民国的年份来做区分。80年代全台湾还有89万公田改推翻农体这个耕种地哈，到民国90年都下降到85万公田，到100年就是剩下81万公顷，所以看起来以10年为单位，大概平均全台湾都减少4万公顷改可耕地，也就是讲20年内哈。减少了10万公田改农体，以1公顷生产1.2万公斤的稻子来讲，其实就是少掉了12亿公斤的粮食哈。它讲每一年都减少3000公田改农体，就等于是少掉了2.5个桃园机场的面积。所以，咱个问题就会讲，你改农体，那对生产改农体，减累减少。咱问题应该抢问你听了哈，非法的违章工厂盖在农地上，究竟对我们的农体还有应该农业环境带来个危险是嘛个？之前的法令一定要跟农业期跟工业期分开，就是因为讲工业可能又会带来一些污染，还有农业冇办法接受的情形，所以咱要跟伊分开来发一个土地的利用的模式哈。过去呢一直拢感觉到经济的发展，所以农体当中去工厂唔歹，睇緊因為了食飯吼，不然去工廠可以，就因為安尼農業嘅發展，睇緊其實係因為講可能賺唔到錢，喺土地利用可以變做可以賺錢嘅，那睇緊做埋冇不以轉去一片利用咯，也係呢一般人可能對農業同工業嘅想象係冇相同嘅吼，有嘅發展一直到1970年代嘅時間。也是台灣發生革命的事件哈，也係你睇緊你第一擺發現講，原來工廠實地農業農田夾併會帶來一種影響，有個污染係你重金屬的污染哈，係你因為土地資源裡邊冇辦法分解一種重金屬，所以咱會講一般你咧無嘅吸收，變成講飲食下去其實會有幾大影響，所以佢一下時推我哋重新來檢討下問題嘅時節，其實會對食品安全品質的問題來考量一部分啦，包括就講工廠伊可能會帶來廢水的污染，再來就係可能伊交通上可能嗰度火車行上行下，也就空氣的污染嘛，係一個環節。第三呢就係不透水面伊增加嘅，我哋對我哋地下水嘅下滲嘛係有影響，會減少一就是地下水的下滲一部分哈，包括頭都。
冇有讲到的切割农地养的部分，也对拢影响安尼农业的生产环境也个部分啦吼。所以总归说起来，这个影响远远超过刚刚农委会这边提到的1.3万公顷，系冇？因为一个天丘系一个共从，这个反正不会就是那只有1公顷。所以你还达得重视个问题，所以财政府都送进面当都近前都提出一个520这个违章工厂即报即拆个计划，可以用那个行统来进面来做现实，为好好来处理了掉农体个违章工厂。你先跳过下部个样片，咱个再来继续讨论。农体红界违法工厂将去一半就本怪手拆拆，保护农体唔本机个继续流失。农委会硬起来第一步要拆拆嘅，就是去年5年当了后，新增加嘅286件违章工厂。为了避免农地后续被逐渐的侵蚀，那违法使用，我们会先针对去年520之后的所有的这些违规工厂。农体工厂历史悠久，年月复杂，因为冇管理，最近近年来经起见到，2012年了后，平均当年新增加3000架下架，你下所讲范围来执行，外界关心作为切代模。他要公开即便是300家的资料，让我们清楚的知道。那原因应该说，目的是要去建立一套资料公开的一个系统出来，让我们未来可以在这200家、300家，或者是3万家、13万家这些资料，可以循序的一步一步把它公开透明起来。中央有资料提供沙漠停车执行的多，中华路讲两片农体红界大型工厂。还可继续做下去。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已经是裁定停工的状态，现在还在持续的动工。那这件事情到底彰化县政府要怎么样的处置，以及中央所宣布的新增建违章工厂即报即拆，到底要如何确切落实？到一个热度的时候，38度的变成红色。温控水两条人性化3千动过，中法嘅水5件可能全球2股一个市场，不过係建立到牺牲农體嘅推價項，已經變做持落嚟，工廠很難為合法化。如果今天他是把这个厂房建一建来炒作、来买卖、来赚钱，他不是这样啊，他今天是很努力的在他的那个。他们自己的那个土地上，对，来做一些代工业，做一些那个来维持一个家庭的收入。台湾确实如人多啊，天色啊，安樣嘅產業同人嘅成本強下落強下，唔係講腳嘅一沙一片，唔係腳嘅一沙一片，喺台灣困難做唔到。利用農體保護農體，台灣係一個回島，土地嘅共享性多難。大家多多嘅思考。好，农委会嘅副主委陈吉仲副主委就讲了哈，到去年5年，让了后所有信息嘅农体工厂是为违法做嘅哈，为全部拆退。你看哈。到底了解从行情人开始咧主讨做跨部会嘅讨论，了解嘅行同有哪啲内容哦？看到其实到今年青年20嘅时节，行情人总领圈叫做少块咧，从安用农体嘅保护，还有所谓嘅生产起落嘅葡萄推动安用嘅会议哦，嘅当天的一件事情，对从去年5年20，也就是我们蔡总统上任的这个时间点开始起算，了过后所有的农体红体改违规工厂很重要的处置标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是违规，一律都是即报即拆。到半夜创意嘅时节，包含你主头嘅农委会内政部都少亏咧，到底有用个参用做安用嘅提提访问嘅讨论内容哦。这是一个跨部会的，因为农体工厂嘅问题唔系单强农委会来解决的，系跨部会都在做，包含经济部、环保署还有提供政府共下来讨论。要讲哈，农委会讲半夜就系2张月份哈。对公布讲所谓的具体方案到底要怎么做？因为跳从年内都有存在了解问题，因为讲跳过做唔到的，你下上会来做会多么呢？哈，你下大家关心，我就针对这个事情哈，先这一条来请教我们的蔡处长。现在具体的方案内容，针对这个所谓520即报即拆的方案，有哪些具体做法？
就是从刚刚的讨论，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就是说，虽然农地上的违规工厂有它这个非常纠葛的一些原因，但是不可否认的，在这个时间点来看，那么台湾农地啊，的确的一定到了要止血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不管是从农地上的数量减少，影响到国家的粮食安全，或从农地的品质。那影响到这个我们全国的食安的问题。大家就问为什么那么奇怪，选在5月20号以后的这个时间点，以前的要不要处理的？是这样子的。事实上，在整个保护农地的这个思维上，可以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先止血，新增的不能够让它长出来，否则你一直是处理旧的，新的又长出来，那你会永远处理不完。所以一定要先做到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止血，让农地上以后不会再长出违规工厂。那第2步才是在疗伤。那疗伤的意思，刚刚大概与会来宾也有提到，就说事实上国家去年通过一个新的法律，叫做国土计划法。那在这个计划法里面，那它把国家的这个土地分成四大分区，农业发展区、城乡发展区、国土保育区以及海洋资源区。那衔接这样的一个计划法，我们希望这个计划希望在这个6年之内，国家能够完成新的这个功能分区，那最后就可以达到农工分离。我刚刚的来宾也有提到，就是农工分离的重要性。所以听起来是短期、长期的一种划分啊，倒不是说蔡总统上任之后才要处理，以前的就不管，只是他有一个强度的问题。那就从去年520之后所新增的这些农地工厂，全台湾嘅统计哈，有286个所在哈。拍起来看，全台湾16个人是种法系拍挑命的，副处长，你个间数统计出来，彰化有109间新增，在这1年内新增的违章工厂系拍挑命的，他个故乡也有31，台南有29，啊用拍起来，总共会拆退286件哈。这个问题，我先请教我们的蔡处长，你刚刚说到的这个即报即拆，是谁来拆？中央拆还是交给地方政府自己拆？是在这个法律上是明文规定是由地方政府来拆，但是中央给予必要的协助。好比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地方政府它可能经费不够，那由中央可以来专款支应。种法系提名呢、挑名呢，又209件个伪装工厂为了拆退。都提供吼，你就去家就走挑叉么？啊，聊到伪装工厂，聊下这个，我们中央也点名了哈，要首先今年度就要来处理，为其都挑哪动态么？又法图来处理么？总发芽背后啊，因为有的田园生产聚落的专案，所以坦白讲，我觉得他有特地针对彰化去挑案件出来了哈。当然不管用的哈，实际上要109件地步，到目前为止哈，能查出来。真实合作工厂的可能冇超过1半，也真实的数字啊，合作工厂可能冇超过1半，其他县政府也冇乜了解。当然，因为中央有520年以后，新增加嘅工厂要拆嘛当然地方路执行单位嘛，批下去做下工作。当然拆人的木的拆人的木的，不管是拆工厂的啦，拆人的迄个木的还是生产的工厂，伊拢唔可以一个简单的事情。以前有在同仁啊，去拆木的时间本人打，嘛有发生过安尼事情，嘛有发生过去拆木的时间，给木主啊，做木当风去跳楼出事了其实情形样态很多啦，几多种，嗰时候其实更加人拆木的，係一個幾慎重的事情。去拆木的前，同警察單位啊，個其他單位要聯絡好，強下去。你去拆木個太多的人去可能有時間會有意外發生。所以其實挑狗你提供政府為了執行這個拆除違章違建，其實都有動困難。某種程度來講，那也是居民的身家財產，所以會產生反彈。不過你下問題就請教講，你下農委會講呢哈，我們有經費的挹注，可能就從農地保護基金來撥款專用。如果要拆這種違章工廠，提出為錢為因嘛哈，挑個政府就講，提供政府講冇買個錢，你下有農委會有重用，有錢補助不呢掉，都提供來講，政府來講哈，其實按用你做起來又好好做麼？中央政府要講好嘛嘅。拆木的有拆违章工廠，要有它的合理的逻辑。那单纯520以后要下去拆除，当然的公益了，它有嚇阻的作用。但是它在地方的公平上，
未必能够相同，未必会有你就在公平性。违规的地目使用上盖了违章工厂，这个法逻辑还唔拉清楚吗？意思就讲头东来一开始有讲违章的工厂一定多嘛，一定多啊，但是有的会有可能有像它有重金属污染的，有废水排放的污染的问题。可能是一个类型，有的可能只是工厂的呀，有可能做包装厂啊，等于它的轻重啊，情节轻重不一。那你的执行的优先的次序，这个逻辑你要能够讲得出来。所以都提供警府和希望中央在宣示这样一个拆除行动之前，应该让大家知道。我要锁定拆是拆什么样子强度的违章工厂？那你拆了之后，你的目的在哪里？是不是恢复农用？是不是因为这种种的这种执行的压力跟这个比较模糊的地方，才导致刚刚在影片上我们看到的？就说好520之后即报即拆，如果重法提起，就3件有民团也举报那是3间的违章工厂。不过，照道理你要即报即拆，你既然已经举报了他，就应该冻结现场。如果是即你去破发面的款都仍然在加工，正在盖，还在NNG 啊，所以其实没有真正落实到即报即拆。拆屋是最后一个手段啊。是。那我要去提到的就是讲，头有讲到讲，给反团有检举3件，有讲做乜检举迄个伊还可以继续做啊。因为照检察法来讲，因为行政机关啊，行政机关本身的公权力，我就是勒令他停工。勒令他停工之后，伊会继续做。依照阿咱的检察法来讲，阿咱可以送迄个司法单位啊，阿咱送去地检署。因为伊2摆停工，如阿咱勒令停工后，伊就继续去做，阿咱都根据啊这检察法，都去送去地检署去判。啊，今仔因为司法还前判下来。当然我们是以司法的判决结果去优先，可以判决的结果是样的，啊，等咱有继续去处理。是。好，哎呦，台弟，那徐主任，我就要请教，像在经济部的这个管理工厂的这个单位来讲，从农委会提出这个520即报即拆之后，你接触到业界的氛围是怎么样？大家都非常胆寒恐惧，就抑制了呢，还是其实并没有放在心上？就如同我们看到的影片，都说要冻结工地现场，仍然在盖。没有反弹，是因为没有放在心上，不怕。他们这些违章工厂，我在经济部的立场必须帮他讲句话了。这些业者真的是非常认真努力，在帮台湾在冲经济，所以他对台湾的经济是有一定的贡献。那我想这一些工厂最近10年来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我想他在污染方面的作为，他应该是比之前收敛许多。变成低污染了，是这样。它有污染，它一定会做好相当的一个防护措施，因为环保单位它是不管你是合法还是非法，它只要有放流水，有民众去检举，它就会依照环保法令去罚它。所以这个部分，事实上，如果它已经是高污染，我觉得它也不容易在那边一直生存下去。所以一定要做到一个层次，让环保单位能够跟它共存，它的这个损益能够平衡。所以说，它对一个自然淘汰的机制。不过这一次从政院林权院长他所提出来的这个方案是跨部会的，可能当然经济部从生产的角度，跟农委会从保护农地的角度，在过去可能是一种竞合关系的部会。不过现在你们是跨部会要联手来打击。您刚刚也说了嘛，在这个时间点上，违章工厂的问题应该要正式处理，这是蛮好的时机了哈。如果说这些依然存在在农地上，但是是低污染的工厂，你们觉得透过管理的方式会好一点？不过显然这个管理方式如果是要透过拆除的方式来执行，从你们的角度来看，这个拆除是会很难落实的，甚至是到没有必要吗？在工业主管单位的立场，事实上除了拆除，它有一个工具叫做断水断电。这个部分是之前我们常常用哈。可是我们刚刚看到很多都是工厂的储备用地，他就凭着我是在盖仓库，你拿我没奈何，我也还没有申请水电，我就继续盖。他躲过了一阵风波以后，接下来他只要有那个厂房，就有生存的可能性啊。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说一栋建筑物在农地上长出来，它还没有长好之前，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你不能动它。那到底是不是经济部主管的工厂也还不一定。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等到它已经盖好了，机器进去开始做，那我们经济部的介入才会有立场。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事实上，它是一个违建，违建它在还没有做好之前，它事实上是可以经过举报，然后经过建筑法规方面的规定去把它遏制。所以以彰化的那个例子，他已经举报了，可他仍然在动工，就是你们无法去处理的这个具体的结果。在经济部的立场，我们不知道它是工厂。那农委会呢，处长？事实上，刚刚与会来宾的讨论呢都非常的有趣。但是我在这边必须很明确的讲一件事情。事实上，建筑物没有建造，基本上就不应该存在。我想不管在我们的这个建筑法、区域计划法跟都市计划法里面都规定的非常的清楚。那如果说我们要去一个就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一个正在新建中的建筑物，因为我不知道它以后会不会是工厂，那会不会是低污染还是高污染，所以就让它违法的存在。等到呢它变成这个低污染工厂，最后再进阶为高污染工厂，根本都来不及处理，变成现在这个状况。是啊。所以以后呢，就是说。过去20-30年前或4-5年前的事情，我们可以暂时先不要说急着去处理。但是对于未来怎么样去遏制这种这个可能会产生的这种违规的工厂，一定要想办法遏制住。那其实这个专案重点不是在拆几间而是要跟大家讲说，你不能再盖了，不能再盖了，这是最重要的重点。但是你要让大家怕说，我以后不能再盖，起码那3间已经被举报的违章工厂就不能再盖，才能够起到吓阻作用。不过我们看到它仍然继续在盖啊，农委会的立场呢？所以我们这一次才会想要透过资讯公开的方式。那我们当然，我们跨部会里面的成员也包含法务部。那法务部有2个很重要的功能，一个对我们各部会主管的法规，大家可以综合性的来做一个法律上的探讨。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刚刚与会来宾也有提到，就是说，可能在拆除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压力，或一些胁迫，或伤害性行为。我想这个部分在内政部的警政署以及这个法务部的这个检察单位里面，事实上都可以提供必要的这个协助。假聊到上片对抢问一下议题哈，我们就来看到。拆只是一个手段，拆之后怎么样做才是真正回归到保护农地，实际让农地跟我们的那公共价值是闪现出来。从来到熊片，它就是在特定农业区盖到这种大量体的这种封墨奶水泥化的工程，这就是我们在彰化拍到正在新建的这个。你说当做农舍也不会挑高这么高吧？这都是有天车要运作预留空间，所以很明显的，从几个专家来看，它就是工厂的储备用地，还正在盖，都还在施作。你看这些水泥送进来，难道是要送进来养蚊子吗？显然不是，是要继续有所作为，仍然在持续的盖。然后我们也看到，盖了工厂以后产生的下一步，往往是因为缺乏管理，就会变成让这个农地变成农地污染管控的场址。透过这些污染、这些量体，应该现在抢问一张问题了哈。倒台哈，你底下政府讲话好好的拆体了掉农地共存，拆体了后哈，这个农地要怎样才可以恢复原状，或者是真正限制农地农用？包括我们的建设处跟我们的经济部提到了一个问题。要拆不是不可以，我也同意啦。但是要更大的理由来说服我，拆了这些有产值的工厂之后，你的下一步是什么？那从农地保护的角度来讲，学界的关心是不是也是想到同一个方向，就是未来其实是重要的。条对啊，几种相片可以看到，就是污染的农地其实法规从的时间，让可以恢复变成讲可以生产粮食的基地。尤其安尼亚下先推人最关心的就是爱东西有农药残留嘛。有重金属残留嘛，这是来会影响爱健康嘛。除了也爱问题以外，其实还有就是环境嘛，系俺们对农业的那个农业生产的环境，其实没像粮食生产，还有其他用途呀部分，包括那种土，那个小河流水给位啦哈，水给位可能。伊个地下水嘛会下渗下去，其实还能影响不管是乡村也是都市的人，也个健康的方面咯会受到影响啦。所以俺们还是一次个支持讲，对于俺们未来的发展来讲，工厂的污染也问题用的解决还是最重要的。所以变成讲止血以外，也长久以来也爱研究的问题，有固态的愿景来解决也爱事情嘛。也係講人哋就搶拆下嚟以後，其他就冇得幹嘅嗬。是啊，包括講就係污染有一部分可能嘛有分程度嘅差異。那可能變成講，人哋一定係公務污染嘅工廠，人就本來就設地呀，係因為
挨个有卡就黑啦鸦片啊，他个人来上班又改方便，可能对地方的居民来讲，也系能小镇乡村发展，可能会创造一个有就业机会的一个工厂，可能地方的人嘛会感觉到，一个工厂迄办这个迄拆这个，安尼迄咪就无头路好做的吼，所以其实嗰度头到内边咯，拢讲到佢创业的问题就係拆係呢一個開始啦吼，但係後續人哋未來嘅產業發展一樣嘅行，人哋農業農村嘅發展一樣嘅行，有條願景有條藍圖，人哋政府可以跟人講嘛，因為有啲問題已經30-40年或50年嘅問題嘅，啊人哋一下來按強硬來拆，按用嚟到。社會輿論用來支持我哋，地方嘅居民用來支持我哋，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用嚟共下來合作，來畫一個未來一定會實現嘅藍圖，可能唔係全面來做，可能對一個小地方來做，也可能係人民會繼續相信政府的一個來源。是，所以其實蔡處長，不管是從環團、民間學者，或者是從地方政府的角度，他們也很想聽到農委會或者是中央部門有一種的說明。那個說明就是，像這樣子嚴重污染，或者已經有既定的工廠量體在那邊的農地，我們怎麼處理它？已經形成污染事實的。如果它某種程度上已經很難恢復過去的農地農用了，像這種的我們救不救？或者說，其實我們在整體政策比較更永續的來考量，我們自己就去劃分什麼是可以用的農地，我就來救。那已經救不回來了，是不是像剛剛我們經濟部會講到，你就把它也許就變更地目，變成建地了，就就地合法，或者是輔導那些產業，在農委會的邏輯或思考過這方面嗎？事實上沒有錯，我們農委會事實上對於就是520以後即報即拆，那只是一個先止血的動作，跟大家講說以後不能再長了。對。那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就是療傷。那我們怎麼療傷？事實上農委會從去年開始，那麼預計在今年年底會完成全國農地的這個大盤查，非常清楚的一個盤查。那在這個盤查裡面，會把我們就是農地上面的每個塊土地的現況都把它調查得很清楚。然後我們會從這邊土地裡面畫出剛剛所說的農業發展區，那在這個農業發展區裡面，當然就是比較漂亮的地，或者說它的這個工廠可能數量比較少，或它的污染情況，因為我們也有做一些土壤污染程度的調查。是。那畫出這個農業這個發展區以後，那我們就會同內政部跟經濟部把那些工廠要拆要遷，就是把它拆遷到它應該到的地方。那至於那些已經高估污染，那些比較沒辦法救回來，那它以後就會是城鄉發展區。那當然，他如果在要這個整個變成這個城鄉發展區，要把農業東西做些土地上的地目的變更，當然要繳一些生態補償金。那這是第二階段的這個療傷。那第三段其實最重要就是增強體質。我想剛剛與會來賓也有提到，就是說，為什麼這個農地會被侵佔？就是住宅區跑到工業區，工業區跑到這個農業用地，除了一方面我們沒辦法落實執法以外，另外一個就是有關農地價值的問題。如果說我們農委會事實上現在也從之後會開始跟比較歐洲國家一樣，那麼我們會引進這個對地的綠色環境給付，就說你農民只要農地農用，那麼國家就會給你一筆錢來彰顯就是農民對於這塊土地，它除了生產的價值，還有生活跟生態的這個價值。所以從農地位要拉高起來。對，然後因為如果你配合國家的這樣的一個生產的政策，例如說你種進口替代的作物，那你的耕作方式是友善環境，甚至你是從事有機農業，那都會有不同程度的獎勵。屬於創造這個利益方面是很棒。Anyway， 我繼續咧討論一下問題，就係講吼，了解農提供從大家各部分有強量嘅強勢為咧做嘅時節。到底呢個到南北發展嘅方向，用一做就合乎到生產也好，還有保護農地也好，呢兩個方面用一去兼顧到，呢條合嘅樣片，看過了後呢，就個繼續嚟討論。一般農地來起個工廠，伊就講按咯做咧現場，做咧按咯個就地合法，你就地合法。你就地合法，你說按照佢度批位工業區為污染到拍沙，冇就度批位污染到，佢就冇辦法生存，佢就會走到啲農地也會咯，走到啲下偏僻嘅位所咯，下偏僻嘅位所咯，佢當然佢就下簡單做啊，下簡單做佢啲鐵屋起下去咯，嘢，或者佢就做工廠咧嘛，工廠佢派出來。
废水那个东西来讲，还得农民唔地啊。除非反驳以来让掌为地讲该入土摸土啊。的话呢，工厂要用农地的话是不得已的，因为他买不到地而且建地非常贵，工厂用地也不多，所以为什么工业区等等会那么蓬勃，就这个道理。所以我认为说，既然你形成一个社会形态，就让它社会形态产生，让这些农地的话就地合法化，然后让它产生工厂来生存，对政府对百姓一定是更好的事情。如果真正是不适合耕种的，已经是污染的土地不适合耕种的地方，我们应该是不是要这边让他们去发展那个轻工业或怎样？不能说一昧的就是说我来拆，你拆了以后要怎样？这个地方如果它因为污染，它不能那个做种植做养殖的这个，你叫老百姓要怎么办？俺们许多你土壤疗片台体的进行一份全部都政商关系好，好的清新好。用看来土壤讲的进行用办有魄力的，用改革农地违章工厂问题来许多还有待观察啦。当然来讲，重用用那个魄力和提放有本得有充分的授权。最好是讲你重用有一个部队式的还有魄力了到可以避开地方这种政商人情关系，用来拆除队可能还有希望讲将了到真正的违章该拆除的工厂来去拆开。按用唐起来面对处理了解伪装共创的农体见到个问题，除了要防堵，可能也要疏洪对啊，杨片都讲到，其实了解共创起的农体这个可能不是纯粹道德问题，可能是国家的问题。如果说我们的国家政策长期的有辅导这些中小企业，有很好的合法的产业用地或者是平价的工业园区，把它导引到工业区该去的地方，工业场所该去的地方，就不会流窜到农地跟农民抢食啊！所以你听应该想要抢门。其实你下警府公道说，这个520急报急拆，从这个一个宣示型，然后拆除产生吓阻的这个行动来看，拉到整体国土规划的这个角度其实在产业面上，如果说可以把他们导引到工厂可以好好生存，一样为国家在贡献 GDP 的产值之外，农地也会自然而然的保留下来，这样不用费那么大的力气，像我们刚刚刘副处长讲的，还要有人被打，有人要跳楼，这么样子的社会冲突，所以。其实讨论到了还没有起到，要为工厂找到好的去路，避免他们再将工厂的成本外部化，伤及农地，你起到很重要诶。听到样片底部有讲到，迄咩已经污染过严重的土地就农地直接解编变成工业用地，来刚刚也还呢不可行的啦，就仍然不可行，变成讲好像还是一个私有发展的结果啊。冇办法种东西，俺就冇改做农地。但是遐个思维就无整体的规划的思维，国土规划的观念就係俺哋的国土地板，俺哋土地台湾的土地，那片是它做嘛的用途，那片是它做嘛用途，还能用亚中科学者也係讲实际上去调查，比如讲也台湾也得体内喺特定农业区，都见到喺特定农业区。那代表讲有规好的水准、水源可以来生产农业。我听说顶番婆以前就是彰化很好的米仓啊。所以迄假使讲迄按呢规划的话，就算有污染，也不应该讲马上就该解编变成讲还能一个工业用途的体内哈。因为你觉得这会变相鼓励接下来违法工厂，系吗？我听说台港人就标嘛好就故意污染它，然后就好像就可以。解编还那台湾的沙非底部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要防范的。那你觉得该用得走下好？怎么样去做参与式的治理？就讲顶番鄱阳的地方变成讲水五金的一个产业的聚落了。那俺能用的有像亚的业者，用卡来变成讲俺的鸦片不能没合法的可以去工厂的地方，俺能用卡来讨论用的改变也情形。那假使讲一条产业唔要改重的污染，俺哋係咪可以就留喺底下？假使讲係有一些污染，可以变成讲示范讲，
污染怎么去处理，变成讲一个循环经济可以伫遐片发生。真是迄更严重的污染的工厂，当然应该集中到一个更加集中的产业区哈，更加的重的污染可以有一个好的解决啦。也还那 V 论啊，刚刚都产业经济的部门，一定要跟环保、绿色、永续发展紧密结合的地方。该辅助中应用的困哦。咱多多讨论地方吼，囤工厂的当成污染，然后造成农地污染，然后造成我们的食安问题。其实每一个工厂的跟污染是有直接的连结关系，也不见得讲要的无电机的工厂的，它就会等于污染。其实这个没有做这样的一个直接连结，没有直接连结，但是过去的经历常常是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重点在于说，这些未登记工厂的管理才是真正的问题。人头讲到分期讲，他们我们讲啊，工厂的去工厂的，农业期都农业期，其实也到分期的观念吼，其实唔係台灣即家有嘅，台灣對美國幾度國家來嘅，但是就有啲地方規模共樣，因為台灣天然細，天然細，人咧分咧都講，也乜嘅農業區也住宅區也工業區，其實唔看起來台灣對廣府都更加，其實很多都是在一個高度複合的使用狀態之下。比如講台北市咩共樣啊，住宅區唔可以做乜嘅，但是嗰度。亚企业给到中部的给住宅区，所以你得从点系讲，共从系讲做得好好管理，它不一定会污染到隔壁的林田。蔡处长，所以从这个产业的经济管理的角度来讲，从建设处这边看到的是要做分区管理是有台湾现实客观上的困难呐哈。那刚刚我们的依婷提到的是说，我们有一些事情不应该退守了哈。那所以就是在问到说，其实面对我们现在农工混杂的情况哈，那个。保护农地的这个决心，怎么样在更多跟产业、跟地方政府有更多的对话？那其实我们可以举一个很好的例子，说台中市啊。那台中市在林佳龙市长上任以后，那他都立定决心，那只要你有新增违法的建筑物，在农地上违法建筑，他马上就拆。那的确都达到很好的遏阻的作用。那因为当他建立出这样的一个威信之后，那么他再去处理那些旧的，那旧的话，他再把这些工厂可能给他一个工业区或者一个专区，让他慢慢的衔接我们的整个国土计划法，然后这样子自然就可以有效的做管理。那这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那事实上桃园它过去也有一些历史的因素，可是郑文昌市长上来之后，他也往这个方向做，现在效果也看得到。那我们希望就是说这个事情能够变成是一个。全国大家一起来做，不然台中他没办法弄，就跑到彰化去，这样对彰化的人来讲也不公平。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全国一起来做。我相信从几个地方政府的这个积极作为来看呢，我相信台湾未来落实这个农工分离是有希望的。而且事实上大家就在农会立场，其实我们绝对是支持国家的工业发展，但是大家应该在各自。有制度、有秩序的这个管理，我想这样对台湾的农业、对台湾的工业的发展，应该都会是好的。是，那徐主任，如果说要更有可能性的让这个农地把它抢救回来、保护回来，然后呢，工厂在原地的生产，污染性要降低，这个是普遍的共识。所以从经济部的角度来讲。对于这样子一个跨部会的核心计划，就蔡总统指导下的这个核心计划，你们会怎么样来更链接你们彼此之间的互信程度也好，甚至跟地方上的产业沟通？农委会的这一个动作，让我们可以从此不要让大家有这种投机的心理哈，在农地上不要长出新的工厂。那后面就是我们经济部要做的这个疏导措施。那疏导措施的话，有几个区块了哈。那我想就在一些。违章工厂集聚的地区，我们有一些政策上的工具，比如说把它透过这个都市计划、区域计划的一个程序，把它变成这个合法的工厂用地。不过这个我们考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跟周遭的一个区位的关系，它旁边是不是优良农田？这个部分是我们首先考虑的地方。那另外就是污染性的，我们要把它迁到别的地方去。理想毕竟还是要兼顾到现实，所以我是想说，
国土规划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导原则。不过现在的这些违章工厂，有一些事实上它真的是很老实、很一步一步踏实的在做了这些产业界。那我们还是要给他们一些未来一个发展的一个缓冲空间。该报每个时间要请问刘副处长，到了解农体方面，了下个政府政策方向动面口，对到那个农体。做得救介有救准的，所以报每下来请问讲，像地方政府，因为你讨论到安到最重要嘅一项任務係到地方政府啦，你都會認同了解價錢，聽日又有了解手段、了解工期做得做啊，你做得利用了解機會冇，做得個好好咧農去講，你都地方政府會做到按個目標和需要嘛嘅。其實安縣市政府本來都有啲即報即拆嘅違章拆除管理嘅辦法哈，但是頭擺。以前啊，應該講，以前一到農體嘅工廠誒，某一天係啊等優先執行嘅對象啊，我們會優先執行的對象，一般係有發生重大污染的這些冇登記嘅工廠誒，違章工廠，啊等我去查，啊某如批下有嘅檢調單位調查，啊等我去優先來去執行，所以本身啊等中央政府都有針對講一到。冇登記工廠嘅有要先拆嘅對象，但是因為就是拆不完嘛。但是因為更加有中央來列車，中央有提供一啲109件咧。嗰時阿定我對一109件要先資料啊，要先掌握清楚，它分佈在什麼位置啊？比如說，它有分佈在阿定農業單位優先要保存的農業生產區，比如說是農1啦、農2啦、農4的農業生產區的那個。範圍我們要先抓出來。第二，伊本身有經過呀環保機關啊，有查過有排放污染的事實的，這些我們也會優先下去處理。第三呢，以工廠的坐落啊，可能企業的灌溉排水審核誒，同時它又有這個處理所謂的金屬表面處理液，伊本身有可能造成一定講有重金屬排放的風險的，這個對象我們都會先把它篩出來，篩出來之後去做一個優先的一個拆除的動作，甚至它有可能不在109間內的，我們也要下去處理，因為這個計劃本身它的合理性，我們還是要下去兼顧，因為某一可能講，去拆到一啲520以後的一啲倉庫，甚後可能有一啲天然工廠，其頭擺都有嘅，冇去拆伊，當然也能對地方的規劃搞大。是了解農地，到底是要所謂的活化農地呢，還是要這個保護農地？這種兩派的角力其實由來已久啦，哈。不過，你前幾回歸到土地方，最尾個事件要請問你聽就係講，你其實你下台灣人民對了解土地嘅困法，哈，應該係會打破，會用機麼？也係講冇用機。其實土地對你該子子孫孫來講係不可逆的一個會消失的資源，所以土地嘅公共性係咪做得打崩了解嘅政策嘅機會？本大家還可以去反思說，了解農地的公共價值，或者是整個國土的公共價值，不管是產還是農還是經還是建設，都應該要有一個下整體嘅意識，將做得好好地做下去。頭都影片，一個最後一個阿伯講，希望中央就是最後有一個拆除大隊哈，冇本地方有壓力。但係往一個方向來想，地方人係咧希望講，經濟部然後農委會向下，能支持以外，能還有一個未來發展的方向，更能講，冇聽說地方嘅人嘛會來支持一種未來嘅發展哈。啊，永續嘅發展唔係像經濟嘅部分嘛，還有生活嘅部分。我哋一下更加看到農地，像看到伊可以生產食嘅東西，農作物。也係講，伊可能對於環境地下水下沉嘅部分，第三呢就係我講係咧，我哋台灣比較容易忽略的，就係地景的景觀上面的美感嘅部分，也係咧跟人生活的美學、生活的品質係咧息息相關呢。但係有一部分卻是我哋台灣人佢少去在意嘅部分，我哋可能台灣人比較務實，會看到伊可以生產乜東西嘛，喺種唔得揾錢呢，我哋就講到可能。可以不用按順序的後輩。所以那個農村地貌其實推不到國際去啊，跟日本的鄉下來比，或跟歐洲來比，我們台灣想到農地上的鐵皮屋，大家都欲振乏力哈。所以其實景觀方面，生產那都係農地嘅價值啦，大家會好好看到呢個方向哈。好，今日非常感謝社會裏邊度安尼討論到哈，你就
讨论下来都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讲，了解5亿人集报集采的计划，全台湾286间的这个违章工厂，如果可以起到杀鸡儆猴，杀掉这286个鸡，接下来的猴子看到也会怕哈。然后但讲还一溃袭啦。那刚刚我们的徐主任讲，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那重点就是看在执行跟接下来的做法。你当然会对了有期待，好好希望看到你个农体真紧做得本大家好好的进行。以上今日出面台会针对农田违章工重改讨论，非常感谢来宾个参加，感谢乡亲收看，你再会了。